就是有许多的怎么说呢？佛陀所讲的，相当就是修了这个法，什么时候修了什么这个法就成佛，或者是念了什么法就会念了这个咒语就有会什么样子的功德等等。像比如说一些功德方面来说吧，这些都是实际上都是功德，都是存在的，都是说的都是事实的。但是呢，这里面就并没有说你就修持了这个法以后，你什么时候能成佛？这个实践这些方面来说的，又并没有说这说的特别清楚的。所以相当就是很多佛经的后面也好，就是念一个咒语的时候，就是说有些人就这个念一次就可以成佛，那我就念3次就成佛是没有任何问题吧？就这种想法，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你就是念1次就能成佛，这是说的是对的。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的过程。也许这个你念1次能成佛的，也许可能不是今生，也许可能是在生生世世当中你有一天会成佛的。比其他的很多众生来说的话，就你是比他们早成佛，但也是这个中间也是会有一些就像刚刚你念的这个经那么书生一样的，你就有可能是有一些比那个更严重的业障，你就有机会造了以后呢，那你也不能成佛，也一样的先去下地狱。这种的因缘是会存在的。所以呢，就是它最主要呢，就是把这个讲课的内容，这个佛法的那个内容呢，就必须得要详细的听，详细的了解。了解以后呢，这个就是现在我们听课是什么呢？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学习的过程当中，今天我们在这里，我来给你们讲课，你们在学习。当然，我在讲课的人，我自己来说的也是讲的并不怎么好，因为语言沟通各个方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难度但是我就很努力的就一个一个的去然后呢就自己去很努力的去跟你们就是尽量的解释的就是肯定就是一次性就解释没有办法那么的清楚嘛，但你们就要很有耐心的去学，很有耐心的去问我，然后我们再可以一起讨论。讨论的情况下呢，就会有得到相互的帮助。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真正的会达到学习的效果。不然的话，我就在这里今天如果念个经，那就非常简单。我就从前面开始要该怎么念经，我就怎么念经。你们在下面祈祷也好只要不要胡思乱想就可以。然后就好好的带着祈祷，就我们念完经就法会就结束了。但是我们讲课是什么呢？讲课我们也就是讲不对的地方我们重复可以讲你们没有听懂的部分呢，就是要重复的问了以后我们再可以。我前面第一句话讲错了也没有太大的事。如果是你们听出来的话，就是再问我，这个好像你前面讲的和后面讲的有点相互，有点产生了一种矛盾，有这种想法的话，就必须得要问。佛陀的教育是没有矛盾的存在，前后没有矛盾的存在。但是我们自己讲课的人讲错了会产生矛盾，听课的人听错了会产生矛盾。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讲课的人讲错了也好，听课的人听错了也好，这个我们就是要能够可以互相用问答的方式来把它确实那么就是真正的它的内容能够可以听明白了弄清楚了，那就叫做可以说是如法的，所以非常好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就是所谓的讲课跟听课所需要的这个怎么说呢？所需要的那个那个结果。因此这里找不到，
哪里有一个那个佛教的贝类在哪里啊？刚刚有哦，对，这边看到了，啊，聚会相互脱离，从二。哦，这个里面翻译的有点那个，翻译上面有点没办法那个。好，那没有关系。但是最主要呢，就这个里面的我要揭示的部分来说到，就我们刚刚那个原文里面看到有一点点没有办法得到正确的那种答案，所以但是你们要知道这个部分来说到，就我们听课的时候没有特别的去听清楚，然后没有学清楚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来说的对自己是这个作为修持的过程是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为什么叫变成那个佛法的悖类？悖类是什么意思啊？是很不好的，对不对嘛？就相当就是没有做到一个应该做的一个佛教徒应该做的事情，相当也是没有负一个佛教徒该能够有的一种该能够付出的一个这样的责任，然后他就不光是利益佛法，而呢就是伤害了佛法，以这样的意思嘛，对不对？那所以这个里面我们也要听得懂，我们是一个修行人，我们修行而要得到成就的话，那么在这个学习的过程是最重要的。学习我们没有学到世事的道理的情况下，我们所用的这些一切的道理都是会变成歪的道理，所以就相当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着火入魔，是吧？就相当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就这个方面是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在这里刚好在这讲到这里的时候，就刚好就是碰到了这一句，所以呢，我们必须得要知道，以后这个里面所讲的就是相当就是以后我们在修持的过程当中，相当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能够全部性的一种怎么说呢？静观清净的观想，这是很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佛教的修行者，所以佛法呢就是有非常深奥的内容，然后就是在这个佛的文化是非常的广大，所以有的人说这样才是不太殊胜等等，还有或者就是有些那个从小乘、大乘、密乘、金刚乘这些的佛教九乘当中呢，就是分别就是小乘佛教、那个大乘佛教，或者是那个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等这种不同各种不同民族而不同时代所传承下去的，形成了这些南传佛教，然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有这种的一些传承的一些历史是已经形成了，但是都是佛法。那么这个里面来说到，就是有大乘、小乘，没有小乘、大乘、密乘、金刚乘有这种的分别。那么所以这些方面来说的，也是相当也是在密乘来说的话，也是外三乘跟内三乘有这种不同的分别。但所以这些所有的内容是什么呢？让一个众生从六道轮回的痛苦当中要解脱，获得圆满佛果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是非常多，所以呢，就是看每一个人自己所遇到的这个法门是对你有缘分的，所以你必须得要把这个东西是当作是最殊胜，把这个传承当作是最殊胜，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错。但也是并不是说你的传承是最殊胜的话，其他所有的传承都没有像你的传承那么殊胜吗？那也不能这样说的。这样的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也是不对的。传承都是很殊胜，但是对于我来说呢，我的传承是最为殊胜的，这就没有任何的错。不然有的时候呢，就是虽然是佛教徒，那么佛教的主要的这个核心是什么？菩提心。菩提心呢，就是派一切众生，不是说是菩提心是只是我派的众生，他们要得到幸福，
那么他派的众生不需要得到幸福，不是这样的。那么菩提心是什么？盼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都要获得幸福的一个这样的思想，这就是菩提心。所谓的幸福是什么呢？究竟的幸福，就要获得佛陀果位，要脱离他们的痛苦，也是要脱离他们究竟的痛苦，从六道轮回当中要解脱出去。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佛教的这个修行者来说到，就是菩提心是作为我们的这个修持的核心，就没有任何错的，就是要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今天我主要是想跟你们讲的是什么呢？在教派与教派之间跟传承与传承之间呢，不能产生任何的烦恼跟邪见之心，因为这个邪见之心是非常严重的。你对他所修持的教派产生一些不公之心的情况下，那么你就是对佛法产生了邪见，因为他修持的法也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派。我们所谓的佛教，那么在我们藏文的那个名词来说的话，就是有内道跟外道有这种的分别。所谓的内道是什么？就是修持释迦牟尼佛的所有的这个修持之，跟随着释迦牟尼佛的所有的信众，所有的信众所学习的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所以这个呢就是叫做内道。那么除了释迦牟尼佛的教派以外的其他都是叫外道。那么这个里面来也说的话，就并不是说是我们的是多么好，其他的多不好，不是这样的区别。相当于就是我们的家庭看他的家庭就这样，我们的家庭就是我们自己的家庭，其他人的家庭就是其他人的家庭。但这个里面呢，并不是说我们的家庭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不能这样想。但是对于自己来说的话，你自己的家庭是对你自己来说的话，就是当然是最好的，也这样来想。那么这个里面来说的话，也是不需要什么其他宗派方面的一些怎么说呢？不需要产生太多的那种对他们的这种不恭敬的之心是不需要的。但是我们在佛教里面来说的，就相当我们藏传佛教有四大教派，主要是就是四大教派，分别有很多小的派，但是最主要呢，知道的就是四大教派。那么就是尼玛、噶举、萨迦格鲁派，就有4种教派。那么这些还有其他的很多的那个小的分别，但是这些来说的都是在四大教派里面的。但四大教派的任何一个教派，任何一个传承都是很殊胜的。那么这个里面来说的，好像就是另一个教派里面就是这样说，好像就是尼玛派里面就这样说，这两个相互有矛盾，有这种产生了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这个矛盾有可能会产生。但是为什么产生呢？因为就是一本书作者也许可能他写错了，或者是读者可能是你理解错误，那么本身的佛法是没有任何的这种矛盾的。所以这种方面来说的，要仔细的去学习，仔细的去看。但是对于我们作为一个在家的修行者来说的话，根据自己的年龄，根据自己的实践，根据自己的智慧来说的话，那就是好好的去学习自己传承的所有的所需要的方面。所谓的所需要的方面是什么意思呢？我自己今生想要修行，所以今生想要修行得到成就的情况下，为了你自己今生修行的需要什么呢？闻思修是3种过程。这是所有的修持佛法的时候，第一个不能缺少的就是闻思修3种过程。所以你要修，所以你前面必须得要闻思。那么你的闻思是什么？为了修持如法的修持，所以我要好好的闻思。那你好好的闻思的话，你自己闻思自己的传承的这个教派，传承的这个教育就完完全全是足够的，而且是很正确的。不然你今天在这里听一点，明天在那里听一点然后就这样到处地方怎么说呢？东跑西跑的情况下，最后就什么都得不到。因为呢，没有那么多的实践感，没有那么多的怎么说呢？没有那么大的智慧，所以呢就没有办法你全部的去了解。如果是你今天去萨迦派，明天去格鲁派，后天去噶举派然后再回来尼玛派，然后再去那个汉传佛教都可以，相互没有任何矛盾。
但是你的智慧不够，时间不够，精力不够，所以你最后得到的全部都是矛盾。这个矛盾是谁造成的呢？因为你自己学习的方式不对，你就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本来你就是想要学佛，这是一个正确的道路你做的对，你的想法是对正确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没有如实的修法，没有如法的去学习。这个方面来说的话，你自己就是做了一个不该做的事情，你就人生的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这里。我刚刚说的就是不是对出家人，我就是说在家的居士嘛，因为工作忙，生活忙，年纪也差不多已经到了中年的时候，那么在这个从小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学佛的基础，以这样的情况下，你今天在这里，明天在这里，你得到的都是矛盾跟一些偏见，会产生一些偏见。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就对有些法会有一点点信心，但是对有些法就很没有信心。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不如你自己的传承里面好好的去学习，对其他的传承，那么升起这种清净的观想、清净的静观心，那就非常的殊胜。所以你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好的修行人。所以这个方面是大家必须得要知道，因为这个里面所讲的，我们今天所提到的，就是那个怎么说呢？五不持当中，那么持义不持文，持文不持义，就等等，而且是上下错妙的持，而且是在那个上下颠倒，所以真正的那个利益呢，就是错误的那种理解，这全部都是不对的。所以就这些里面呢，就是顺带着就刚刚我讲的这些所有的问题。我们就今天在这里听的时候好像听清楚了一点，明天在那里听的时候可能是又更不清楚，好像这两个内容跟意义完全就是相互都是没有办法在同顺，没有办法在怎么说呢，那个好好的就是在贯穿，然后就都是产生了许多矛盾或者是错误的理解。那这种的时候呢就非常麻烦的。所以就是错误的理解，很简单的讲的话，那很容易，很多人都是说刚是念一个经，刚是念个观音心咒，都是实践上这个时候可以念，这个时候不能念或者是有些人就是比如说做一些怎么说呢，修法，像比如说做一个下烟供布施的烟供这些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要注意不然的话就是该来的不该来的都来了，就会受不了等等。很多这种的怎么说呢，很低级的那些错误的想法，这些都是怎么来的呢？因为从小没有真正的学佛的基础，然后最正确的这种佛陀的教育怎么说呢，没有从正确的这种智慧去了解，所以就只是一个这里听到一个，像比如说在这个人间这个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宗教跟各种各样的民间习俗，今天一个民间习俗也是掺杂在佛学里面，今天另外一个宗派的一些道理也穿插在佛学里面。那么这些有的时候就是有相同的道理可以通用，但是关键的一些词语呢就根本就不一样。所以就尤其是这些修持佛法得到这种修持的这种成就感利益来说的话，就看不到的东西，短暂的时间里面我们用肉眼去看的话就看不到的东西，这些全部都是什么无形的东西。所以就这些来说的话，就我们没有办法就轻易的就另一个利益就是涵盖在这个佛法的利益上，那种的话就相互是不对的。学习的过程是非常重要，学习的过程当中一一的就怎么说呢，那个不错乱的去学习，这是非常重要的。